喺呢段片，我會解釋我哋提供嘅補貼類型。兒童照顧補貼嘅種類有4種。第一種叫 Alpha 早期學習資助，該資助係由舊金山市政府全額資助，通過舊金山兒童發展部提供。符合資格嘅家庭需要居住喺三藩市，符合收入要求，並且有1名0到5歲嘅小朋友。獲得該資助家庭可以選擇持牌托兒中心或者家庭托兒。部分合作機構都會提供資助俾收入較高嘅家庭，譬如話早期學習學費抵扣。如果需要了解更多信息，請訪問 we.org。目前早期學習資助仍然冇名額，如果你希望申請，請聯繫兒童委員會嘅資源與專介團隊。第二個係 CalWORKs， 佢係由加州政府資助，符合資格嘅家庭需要住喺舊金山，符合 CalWORKs 嘅規定收入，有1名0到13歲嘅小朋友。家庭可以選擇持牌托兒中心、持牌家庭托兒或者免牌照托兒。家庭通過舊金山人力服務局 HSA 以及兒童委員會申請。更多信息請訪問 sfhsa.org。第三種係加州替代支付計劃。第三個係由州政府撥款資助，符合資格嘅家庭需要居住喺三藩市或者喺三藩市工作，符合收入嘅要求，有1名0到13歲嘅小朋友。該家庭可以選擇持牌托兒中心、持牌家庭托兒或者免牌照托兒提供者。呢個補助嘅等候名單非常長，目前有數百個家庭喺度排隊，並且冇辦法提供預計嘅等待時間。有啲家庭可能需要等待幾個月甚至幾年，因此我哋強烈建議家庭同時提供考慮其他托兒補助嘅項目。居住喺舊金山以外嘅家庭應該聯絡當地嘅兒童護理資源與轉介機構，因為 CAP 係全加州範圍內嘅項目。第4種係家庭托兒教育網絡 Fetchen。第4個係最後一個項目係家庭托兒教育網絡。該項目係由州政府撥款資助嘅，符合資格嘅家庭需要居住喺三藩市或者喺三藩市工作，符合收入要求，有1名0到13歲嘅小朋友。Fetchen 除咗提供托兒服務之外，仲有為家長或者監護人提供參與兒童發展學習活動嘅機會。符合資格嘅家庭必須要選擇 Fetchen 網絡內嘅持牌家庭托兒提供者。聯繫方式：如果你有需要協助或者了解點樣去申請任何嘅補助，請揾兒童委員會，通過電話、電子郵件或者親自到訪我哋嘅資源與轉介專員。多謝。想睇下你有冇資格參加兒童協會嘅任何補助計劃，你可以試下育兒財政援助資格計算機。佢會俾個估計值，唔係成日都100%準確。如果要獲得最可靠嘅指引，我哋建議你聯絡我哋個資源同推薦團隊，提供個人化協助。如果你住三藩市以外嘅地方，你可以去呢個網站 rrnetwork.org， 或者你可以打電話俾1800-5437-793，揾你城市嘅托兒資源同轉介機構。